永康大桥国中后壁东桥山路，因为无设置人行道，不时会当看到灵车争道情形，恐惊会造成民众用路安全疑虑。经过信众团体向市府反映这项问题后，永康区公所5月11日特别邀请教育局、公务局、交通局以及台南市无障碍环境设施勘查委员会，做伙到现场会勘并交换意见。永康区东桥从化区这边呢，几乎整个从化区里面的街道都有设置人行道。那我们在县市合并之前呢，我们大桥国中已经设置了，但是在我们东边的东桥3路跟北边的东桥1路没有设置人行道。那我们今天的诉求就是希望我们在东边的东桥3路跟北边的东桥1路能够设置人行道，因为毕竟行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行人走在车道上跟人车争道是非常危险的。经过会勘讨论后，最后决定由区公所找顾问公司评估，并将报告上交教育局申请提案。今天的话，有几个单位他们都已经有把他们各个在他们的权责范围里面有做个报告了哈。所以说今天的决定非常简单，就是说由我们区公所先来做一个顾问公司，我们现在找专业顾问公司来跟学校配合来做一个评估，然后等到评估报告出来之后的话哈，我们再是看教育局他们所认可的评估报告是哪个方案，那时候我们再来委托那个什么大桥公众，然后来正式来提案。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